比上科务伫台湾的公司，进前是无张部伫要甲这桃园观音厂收起来，9月底呢要甲259名员工分配时头路。有真侪人的年资拢超过30年，今仔日因就去到 AIT 头前抗议，要求科务美国总公司的代表拜四就爱早协商方案来协商。那桃园市劳动局也依法要求劳资双方伫明仔中昼进前，爱提供强制协商的出席名单。伫这年热的天气，美商台湾科务公司的员工上报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抗议，因为科务进前无有件公告，8月7日停工关厂，未少年资超过20-30年的老员工，向向都无头路。台湾资方跟美国的资方都不闻不问，迟迟都不碰面。我们今天来 AIT 在台协会的诉求就是这样子，我们诉求的是说，给我们最后一点的小小的补偿金。一年目到4件，互259个员工无法度接受。罢工进入第4天，传出美国总公司副总裁 Hilton 要参加拜四的强制协商会议，所以工会透早会员大会了后，决议也释出善意，为7日下晡2点40分开始，暂时停止罢工，呼吁公司代表一定要有必授权对应方案来参加。罢工重启的条件就是公司是否有提出善意的协商。如果说我们发现不论是协商的人有没有方案，或者是说到周四谈判桌上还是现在的方案的话，那工会绝对会坚持到底，抗争到底。根据我们《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》的规定嘛，要请他们各自指派名单啊。如果在中午前没有指派出来的话，那主管机关可以代为指派这样啊。员工要求合理的关厂补偿金，希望公司赶紧解决劳资争议。现场所交出来定情书由警方转交予 AIT。桃园市劳动局表示，发布劳资双方的公文，已经要求7月中昼进前爱回复参加会议的名单。到这个为止，科务公司的电话拢无人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